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静养，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三甲来是吟圣诗54首，同心俄乐天父，同心俄乐天父，自然永活上帝，疼痛怜悯无穷无尽，照顾天顶地下，请起立吟全首。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早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再来吟一位的圣经。圣诗启文38篇。启文38篇，我说书会讲人甲天使的音语。若无真爱，我就真做响的铜器，弹的喇叭。我说书做先知，
明白隆重的奥妙，甲隆重的财物。搁设使有招庇的神教爷来移山。若无真爱，我就袂算做是甚物。我设使尽所有的来进祭，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若无真爱，我就袂得到利益。仁爱是高慈悲、宽容慈悲。真爱是无怨妒，真爱无夸口，无偏颇，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快受气，无记得人的歹，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角欢喜。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仁爱永远袂无去。若是先知的节要废无，遐个言语要煞，财物要废无。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完全的若到，无完全的就废无。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已经成人就废无囡仔的事。因为咱搭对镜得看，模模无明。若是到迄时，就当头对面。我搭所在无完全。到迄时就知，亲像我互主知一样。现今所存的，就是信、仰望、仁爱这三项。其中第一大的是仁爱。三个来吟圣诗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赞。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道理。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来求圣神来帮赞，正济咧吟全首。
头壳来祈祷，感谢上帝，伫你保守的下面，阮安然经过一礼拜。阮的身躯、阮的平安，拢是上帝所赏赐。阮就常常纪念上帝的恩。伫圣经的话，教示阮做人所着遵守的道，求保守阮，无互金钱、权势、名声来迷惑。求主的灵赐予阮一切生活自在，信仰坚定。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免。是渡去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功，就是渡去世间。请圣歌队。
记载旧约箴言19章17节，箴言19章17节，人民送向人的，就是祝福耶和华，伊要照伊所行的好事来行伊。佮看一位新约《使徒行传》20章32节到35节，《使徒行传》20章32节到35节。当我将恁交托上帝甲伊恩典的道，是为建立恁，互恁得到业。伫拢总成圣的人的中间，我袂捌贪人的银金衣服，恁家己知。这两只手有讲供互我的欠用，以及甲我伫地的人，我凡事做恁的模样，就安尼，着我来扶持软弱的人。搁着记得主耶和华本身的话讲，互人的比对人体的较有福气。以上讲到死甲受天堂奥妙的爱，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咱今日真欢喜，有几位新来的人客朋友伫咱的中间，也有东南扶轮社的未来社长夫妇，甲咱做伙做礼拜，欢迎恁。阁有佑轩伫今仔日嘛有来甲咱做伙做礼拜，愿天父上帝，接纳咱伫主的厅内底，咱做伙来领受祝福。今仔日我要甲恁分享一句真重要的话：施比受有福。这是耶稣所讲的话。咱想，我若摕互人，我就减，这是人的算术。咱人的算术就是讲，我的银行若领出来互人，我的银行就减一条钱。圣经讲的多伫倒边恶标，这甲人一般的价值观念甲算术无共款。圣经所讲的，你愈互人，你就愈丰富。就亲像拍开任督二脉，就拍开迄个自私的门，这是天国奥妙的听。愿上帝帮助牧师，也帮助恁，互咱伫今仔日领受圣经的话，咱来当明白给予的奥秘。有一个真古早的一个心灵导师，伊讲：当我付出的时候，我便有所得；当我互人的时阵，我反对来得到。这是800年前一个足出名的一个心灵导师所讲的。咱当心来领受圣经的话之前，牧师要邀请咱，搁一摆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做伙组织伫礼拜堂，阮为着阮邀歌的灵魂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阮会通领受上帝你的话，毋是干那一个道理白纸写乌字。是领受上帝你所赏赐阮奥妙的智慧，互阮通过这个奥妙的智慧，才知影当阮互人的时，阮就得到祝福。主愿你带阮读圣经，因为圣经明明记载伫逐所在，但是一句一句，阮真困难将伊放做伙。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时，将这个分散伫逐所在，一句一句宝贝的话，甲阮放做伙。写伫阮的心头，互阮明白，阮伫你的面前当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互人是因为咱欢喜，互人是因为咱感觉这是一个甲人分享，就亲像咱伫快乐的时刻，咱会邀请咱的朋友做伙食饭。恁敢捌邀请恁好朋友做伙食饭？我足欢喜的，今仔咱做伙来食一个饭。其实食饭是小事，交陪甲欢喜是大事。这是天堂的奥妙。有听的所在就是天堂，有听的所在，人的生命要充满真侪奇妙的新的态度、新的观念甲奥秘。愿咱伫今仔日的圣经有2段话，
是当话讲，你若将你的财情、将你的财宝、将你的运势、将你的产业，你分享给送乡人。古早的圣经，古早的前辈安尼甲咱讲：当你互一个无熟悉的送乡人，其实你是祝福上帝。伊用这个“祝”这个字来表明，这用人甲人的拟人化、人甲人的关系来表明，人通过这个奉献来疼惜上帝，其他的囝儿甲查某囝，互通有无，互相照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读有今仔日圣经的话，所以今仔日这段圣经是保罗的祝福。保罗讲：我要将上帝甲伊运会的道，我要将上帝甲伊充满智慧奥妙的话，甲恁讲。这话，这智慧会当起造，互恁的生命的品格，互恁生命的灵魂，互恁的生命的所有的活命，一样受起造、受建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的父母若是一个真有怜悯心的人，咱自然而然就真够真做有怜悯的人。我举一个例，有时咱去出佗去佚佗，古早较会看到有乞食，即摆较少看到乞食，但即摆会看到街头游民。有的父母会感觉讲：哎哟，足可怜，遮尔冷的天气。伊就会甲伊囡仔讲：你摕即个钱去互迄个叔叔，你摕即个钱去互迄个阿姨。父母若用安尼来甲伊的囡仔，甲伊祝福。即个囡仔有量有福，伊将来伊的生命是一个愿意甲人分享的生命。所以伫即个所在，保罗伊讲：上帝话要建立恁，建立恁什么？互恁甲历代的圣人、甲历代的圣徒做伙得到产业。伊讲得到基业。这个基业的意思就是得到对天顶上帝伫创造天地以来为着人类所有备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会当明白，什么是保罗这个咧讲的生命的智慧。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一种的恩宠，想通过一个真奥妙、人学得了解的人生观，这个奥妙就成做我生命的祝福，开我的眼界，开我的心胸。所以咱常常咧读历代圣人的话，咱嘛咧读真侪，咱咧讲历史的座右铭，目的是，互咱伫平凡粗浅的人生中间，咱的智慧得到帮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上要紧的金句，甲背起来。施比受有福。有的人明明知影即句话真水嘛好，但是拢无关系。有一种人的个性是真小气，有入无出，因为伊感觉伊若得到，迄是伊的。这是一种用家己做中心的人生观，也是一种自私的人生观。但是足奇妙，自私的人通常无快乐，我毋知恁有同意无？自私的人无容易满足，自私的人无容易享受一种，就是当我互人的时阵，我感觉我有存在，我有价值，我感觉我有教育，迄一种疼的流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开始去思考这个话，毋是出于勉强，是出于有一日真自然而然，你才发现讲，哦，原来圣法兰西斯甲我讲，当我付出的时候，我便有所得。原来是咧讲这个话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施比受有福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品格的记号。那这个记起来，互人会比甲人摕更较有福气。那安尼，耶稣伫这个所在，这句话是耶稣讲的，保罗甲伊记起来。所以今日这段圣经是讲，保罗讲，你都爱记得，主耶稣有讲，施比受有福。愿咱伫今日这个礼拜中间，咱斟酌来想，耶稣讲的这个祝福是什么？这个字牧师要甲恁分享，读过其他的圣经，另外一段叫做八福。圣经中间的毋是咧讲五福临门，
圣经耶稣所讲的故事，讲到8种的对天人来祝福，迄个福，伊的字叫做 Makarios。恁应该记得牧师常常甲恁讲一个，这种的福气是伫神的世界，伫希腊的世界中间，是一个只有形容在神配得拥有的祝福。所以这个字咧讲是一个极致的幸福，是对天人来的享受的祝福。等一下咱才来想这个话。所以今仔日咧讲施比受有福，这个福气应该爱得去伫咱咧查考圣经中间所讲的，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未得到怜悯，会记得吗？我相信咱拢会晓背。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一个只有自私，安尼表示咱也还没有入门，表示咱也未去互耶稣的甜满足，表示咱爱去努力，表示咱要有这种实在的功课伫生活的中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帝先将这种的满足幸福，互咱，直到咱要听别人的时阵，无出入勉强，兄弟好唔好？愿咱伫你的人生中间，你甲上帝祷告，互我的心大大满足。真正幸福的人，不是拥有多少，真正幸福的人是伊没有缺少，伊感觉足够满足。主帮助咱，从今仔日这个讲福气，伊讲咱倒头来读，施比受有福。咱慢只讲这个因果关系。咱先来讲起，咱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我若是一个对细汉就是天公仔囝，父母的疼惜，我的生命中间是拥有一种满足、平安、无欠缺。我相信你自然而然可能一个真容易成做一个慷慨的人，你同意吗？一个常常互人疼，伊的家境会赛节，有满足，这种的人通常拢容易甲人分享。牧师要甲恁祝福，恁的家庭有教育，互恁的囡仔有开阔的心，毋是打肿脸充胖子，毋是，是出伫心来真正欢喜讲，阮兜上好的，我要甲我的好同学来分享，不是炫耀，而是分享。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这段福气的话，应该倒来到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7节，这段话来读。咱才会了解，伊讲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所以，当你听迄个乞食，当你听迄个弱势的人，其实你就是代替上帝照顾伊所创造伫这个地上顶悬无人疼惜欠过的人。上帝欢喜这种的行为，因为上帝看咱的信仰毋是做礼拜。上帝看咱的信仰重要，是因为咱听了圣经的话了后，咱欢喜将这个祝福甲人分享。求天父上帝鼓励的圣神鼓励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有一种爱的慷慨，毋是物质上的慷慨尔，就是怜悯人的心。咱对任何弱势者尊重、接纳。陪伴，愿主帮助咱，互咱成做一个有能力去听人的人。20世纪末的神欧美有一个足特别的哲学家，特别是伫基督教的教会，伊是天主教的神父，伊真受人的尊重，伊叫做卢云。伊通常拢写迄个足细本的册，那亲像一个灵修小品，还是讲心灵鸡汤。伊写的册其实拢无真大本。但是伊写的册内面文字充满情感。这个人伫哈佛、伫耶鲁受邀请成做客座教授，真受神的少年人、青年人的欢迎。但是这个人竟然伫伊的晚年拄着忧郁症。你可能甲牧师同款会去问一个问题，讲这样伟大的神父，这样有爱心的神父。伊开忧郁症呢，不可思议。但你想讲一个遐尼有智慧、佮遐尼有贴心的人，伊应该拢是咧互人来做健康的，很奇妙。
伊的忧郁症的亲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同款，遐尼神圣跟重要。这个人才活60几岁，算起来，近代的人来讲，算短，岁数真短。伊伫最后的晚年10年，因为忧郁症，所以后来伊离开哈佛耶鲁，伊去一个法国的修道院，伫一个所在安静，让他的自己的心灵沉淀。后来，这个法国的修道院伫全世界已经有100几个国家有伊的这个国际的机构。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咧照顾智能不足、智障的人。伊叫做方舟，因的名叫做方舟团体。这个神父伫法国的是安静，后来受到邀请，伊对法国的方舟，伊就去加拿大多伦多，伫迄个方舟机构叫做黎明之家。真奇妙的故事就发生伫伊的最后年老的时间。因为伊原本伫伊生命的最精华，就是讲，伊伫哈佛耶鲁教册了后，伊所有的生命心理学也好，灵修神学也好，伊上精华，伊想讲，伊最后这个阶段应该爱为人类写一本足有意思的一本生命哲学，但是无拍算。上帝互一个细汉囡仔改变伊的生命。一个囡仔13岁，就互人送到这个黎明之家，是智能不足、臭耳人，无啥会晓讲话，是一个智能足低的一个人。这个囡仔的名叫做亚当。但是亚当的生命就融化了如云，伊的孤独，伊心内真侪生命的问题。当伊去照顾这个亚当的时，最后伊感觉。亚当亲像天使，伊原本想讲伊是咧照顾这个亚当，但是无拍算，反而亚当的微笑、亚当的回应，当伊拥抱这个亚当的时，伊感觉那个爱医治了他的忧郁症。后来，伊放弃写真伟大、真抽象、真深的思想性的册。伊最后所写一本册叫做《亚当是上帝所爱的孩子》。伊通过这本册开始来讲起心灵陪伴的工作。兄弟姊妹，当你付出的时候，便有所得。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深的奥秘。通常世间人拢是食落饱、稳当当，你爱条才是你的。但是耶稣所咧讲的不是，当你互人的时阵，反倒转，你就得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我要鼓励兄弟姊妹，你若有这种的感动的人，如因有足侪小册子已经翻做中文，恁会当读这是我甲恁分享。伊伫这个忧郁症的过程，最后伊除了写亚当的故事以外，伊阁写一本册叫做《心灵爱语》，The Inner Voice of Love。意思就是伫伊孤独、伫伊忧郁、伫伊真思绪、心内真乱的时阵，忽然伊的意念，他的心里面就有一种声音进到他的里面，他的爱就医治了伊的心灵的疾病。兄弟姊妹，如云的故事嘛是咱的故事。如云的祝福，嘛是咱的祝福。所以牧师会通过一个心灵的长辈，伊所追求、所行过，得医治，得到医治，伊的生命得到满足。这个故事来甲兄弟姊妹咱做伙，互相祝福。上帝祝福咱的人生，互咱无孤单。上帝帮助咱。咱头下会准讲，是我咧互人，但是。反倒当是咱得到。恁敢会记得牧师要甲恁讲一个故事，就是德蕾莎修女伊的修道院来一个记者，是一个英国的记者，为着要帮助伫印度的修女这个照顾这个临终的老人甲街头的这个囡仔，所以伊为着要募款，所以伊来帮德蕾莎修女
写这个文章的报道。伫迄个中间，伊看到足济真可怜的这个人看到这个生老病死，甲这种的真多的悲伤的故事了，反倒承担不了，所以动不了，伊就甲德蕾莎修女讲：“我没有办法再采访下去，我要走了。”所以伫最后的时阵，修女来讲：“你敢会当搁帮我做一项代志？因为大家拢无用，才倒一个老人。你若要走不要紧，你拜托你先甲伊饲饭饲了，你才走。”所以一个修女就将这碗饭放互迄个这个记者，这个记者嘛无法度拒绝嘛吼，所以就伫迄个中间，伊就慢慢一喙一喙，甲这个老人甲饲饭。这个老人原来咧食饭的时阵，原来就安尼对伊讲话，但是伊听无印度话，所以这个记者就甲修女叫过来讲：“修女。”伊咧甲我讲什么话？小女注意甲听，甲伊讲这个阿公吼，伊咧讲谢谢你上帝祝福你。这个阿公咧甲伊祝福。这个记者非常不以为然，所以伊就对心内安尼喃喃自语，就安尼讲：伊凭什么甲我祝福的？伊是一个无能为力、遐尼善的老人，瘫痪伫眠床顶悬，我落地内底银角摕出来，都会当互伊食几礼拜是我咧祝福伊，凭什么伊甲我祝福？伊是无恶意，伊伫咧中间对心中的疑问就安尼真自然喃喃自语。后来，这个修女甲伊讲：是，你真有钱。但是你的钱买不到他的祝福，他的祝福是无价的。迄个记者突然开启伊的生命，伊的人生观，有一个新的动机、新的勇气。后来，一世人甲德蕾莎修女真做足好的跟随者甲朋友。所以你知嘛？这就是这个故事，拢咧讲起施比受有福，伊真正祝福是什么？咱伫今仔日，咱的人生有新的价值。咱甲上帝讨讲，主啊，求你大大祝福我，互我拥有丰盛的生命，以至于我能够去祝福别人，好吗？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互咱的生命是一个有内容、有丰盛、有稳定，咱会当真做上帝祝福人的人。毋是迄个自私，拥有一切，却是为着家己来活。主大大祝福咱，互咱有充足的智慧，互咱有充足的听，互咱的手中有充足的物质、产业，甚至互咱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大大祝福咱，互迄个听从我们的生命会当流出去。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以我要用卢云，伊写一本册讲蒙爱的生命中间，伊用修圣餐的4个动作来帮助伊的弟兄姐妹，真做一个能够享受生命的基督徒。恁若伫教会出入，恁应该足熟悉圣餐的时阵有一个动作，就是牧师会亲像耶稣，将摆在桌上迄个饼高高的举起。然后就念耶稣基督的话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然后牧师就甲伊掰开，就请长老将这个饼放互咱每一个人，咱就食一块。咱大家就纪念这个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动作，充满了生命的成长，也是一个美丽又神圣的动作。牧师甲咱解说，当咱将咱的生命往天顶的上帝，咱甲伊提到上帝面前，咱用咱的目睭看迄个看袂到的上帝。咱甲上帝讲：上帝，我将我的人生、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上。在做基督徒是安尼开始的，将咱的想法
从咱的情绪，从咱的感情，咱伫上帝的面前讲：上帝，我将我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Ego emit autos， 这句话伫咱教会是念搁再念。Ego 就是自我。主啊，我将我的自我交在你的圣灵。主啊，我将我的自我交在你的圣灵。那用中文叫做天人合一。主帮助咱伫信仰的顶端有成长，死的动作，将你自己的生命带到上帝的面前，这叫做拿起。第二，用祈祷甲上帝讲：主啊，我将我的生命放伫你的面前，你填满我生命的杯，你祝福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改变。无论是我的欲望，无论我的情绪，无论是我的思想，主，我将我生命用你来祈祷。第三，求上帝甲咱掰开。咱的生命若无拨开，咱的生命若无改变，咱永远是旧的人。所以，咱咧掰开迄个圣餐的饼的时，耶稣讲：恁爱安尼纪念我的意思就是，你将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将用家己自私的想法给拍开，你的生命要改变，这叫做加倍啦。原本是一个人变做两个人。两个人变4个人，4个人变8个人，8个人变32个人，36个人，32。主帮助咱，求天父上帝将我们的生命转化。最后就是今仔日的圣经讲，好人会比讲体较福气。主帮助咱，所以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邀请咱用今仔日的圣经做祈祷。你会当尝试将你的生命，你甲上帝讲：主，我来到这个世间，我有满足，但是我嘛有感觉无满足。伫满足甲无满足的中间，我咧追求一项，就是我爱将来的生命会通安怎？兄弟姊妹，亲像如云，伫咱的生命拄到瓶颈，伫咱的生命拄到阻碍，伫咱的生命拄到忧郁。伫咱的生命十字路口，咱咧找方向，咱拢会通甲上帝问讲：主啊，我要何去何从？主帮助咱，第一，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将咱的生命的杯捧起来。今仔日的圣经讲：愿你们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愿你甲历代的圣徒做伙领受天堂的产业。兄这你有需要吗？今仔圣经明明是保罗为着伊的兄弟姊妹祈祷讲：我为恁祈祷，求天父上帝，互恁甲历代上帝的百姓做伙领受天灵来产业基业，就是时代人放落来的遐产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甲上帝祷讲：主啊，填满我生命的杯。主填满我生命的杯，这是今仔日的礼拜第一个祈祷。第二个祈祷，为你的人生祈祷，祝福。主，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是庄稼人，我的父母嘛是庄稼人，我代代拢生活伫一个真平凡的中间。我无贪图荣华富贵，但是求上帝你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生命。当你将你的生命，亲像牧师咧主持圣餐，你的饼摕起来时，你向耶稣祷告：主耶稣，求你祝福我。也这第二个祈祷，求上帝，互你的生命将做有价值的生命。牧师嘛为恁祈祷，恁是拄人生拄开始呢。做学生追求智慧、学习能力，将来出头天。上帝帮助咱的囡仔。上帝祝福咱的囡仔，搁落去，这个祝福是啥物？今仔圣经搁会头一句，头拄是后壁句，拄则迄个《使徒行传》第20章的37个第一句，伊讲：我将恁交伫上帝的手中，一个长辈为着伊的兄弟姊妹，
伊讲交托的意思就是讲，我为恁代祷，为恁祈祷，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宠的奥秘。伊讲稳定的话，稳定的道，伊实在原本的意思就是一种真奇妙的 amazing， 连想都想袂到，迄个充满赞叹，迄个稳定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讲，我生命中间要充满一种的赞叹，是我连想都想袂到的什么？诶话，迄个话就是 logos。咱常常伫咱的教会中间咧讲，上帝讲话，上帝话就是 logos。亲爱的姊妹 ，logos 是希伯来语，但是若用咱较通俗的英语来讲，伊叫做 logic， 逻辑啦。逻辑是什么意思？逻辑基本上就是智慧啦，思考性、系统性、深思熟虑的智慧。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将伊的话讲互咱听，上帝的神嘛帮助咱戆人得到通达，咱就了解圣经的话原来是要造就咱。伊讲，这个道就要造就恁，就要建立恁。互恁有新的想法，互恁有新的意念，互咱有新的热情，互咱有一条新的道路。咱选择讲，我要行这条足特别的路。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三个祈祷就是主啊改变我。除非有一日恁去做牧师，恁才有机会主持圣餐擘饼。但是兄弟姊妹，恁嘛会当擘饼为家己。伫恁兜恁毋免做牧师，伫你个人的安静时刻恁毋免做牧师，但是你会当摕一个吐司、一个法国面包，甚至一块小小的饼干，恁嘛当甲耶稣讲：耶稣，这块饼代表我的生命，主，我愿意为你而活。现在你有清楚吗？你若甲耶稣讲：主，我要为你来活。你当将你的生命就安尼奉主耶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性命给背开。你若愿意过耶稣所予你的生活，你会当用这个动作。虽然咱拢唔是，咱有的人唔是牧师，但是咱有资格安尼祈祷。主耶稣，我将我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做你改变我。上帝圣神感动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大的祷告，唔免惊，为着咱的人生伫主的面前真勇敢。你甲主祷告，主啊改变我，用你的疼，用你的生命来改变我。所以拄则牧师一开始的时阵所讲，伫我服人的时，我就有得到。这句话就是800年前圣法兰西斯足出名的一个属灵导师，伊所讲：当我付出的时候，我便有所得。上帝听咱的祈祷，互讲的人、听的人，拢平平对上帝来得着。那安尼，牧师替恁问一个问题：伊得着啥？咱伫这个世间，咱想要得到啥？圣法兰西斯伊足奇妙的，就是伊得到上帝的疼，对天而来神圣的爱。这种的爱满足甲这个圣法兰西斯亲像嗤笑同款。有一日，伫伊真恍然恍惚的精神疾病的中间，忽然好起来了后，伊做一个真夸张的动作，因为伊的爸爸是一个足好野的人，伊的妈妈是法国的贵族，伊住伫一个碉堡的内底，因爸爸咧做生意。所以，这个圣法兰西斯忽然伫圣灵的感动了，伊足大的改变。迄个一刹那，就是伊醒起来了后，一种讲不出来的欢喜跟爱，伊生命的迄种忧郁完全得到医治。伊曾走去因爸爸的库房，就是藏伫迄个碉堡、迄个城堡的上顶悬楼啊。伊对迄顶悬楼，将因爸爸的手指、将因爸爸的金啊、将因爸爸的遐布，拢对顶悬等落。迄个广场，所有的乞食、送养人厝边，逐个来，哦，直直捡，直直捡，直直抢。啊，因爸爸对楼骹看着了，讲阮囝咧笑啊，紧装去甲蒸啊，甲伊扇喙皮啊。我你是咧创啥？
用爸爸啦，紧来斗等。哦，爸爸你紧来，有够好啊，有够快乐，有够好耍，叫因爸爸甲伊做伙起笑。世间人袂通明白。后来，圣华兰西斯的爸爸挡袂牢，甲伊拖咧，安尼，甲伊拖去教会内底去找神父，用神父你讲道理，评道理。阮囝咧起笑，你帮我教导他。俺爸就讲一堆，因落尾圣华兰西斯很难过，因为知影因爸爸无法度了解。伊真徛伫众人的面前，伊将伊所有的衫拢脱掉，因为因爸爸甲伊讲，所有你有的一切拢是我予你的，包括你的名、你的姓，嘛是我予你的。圣华兰西斯讲，爸爸，我今仔将你所有拢献你，包括你的姓，包括我的名，包括你所有的一切，我拢献你。伊毋是起笑，伊讲对今仔日开始，我有另外一个新的爸爸，就是上帝。像这部书用这个故事，望恁会通真侪故事的主角。咱的人生要得到什么？圣华兰西斯得到一个拍开的门，后来伊亲就去只，伊影响中古世纪欧洲足大。伊将做一个安慰送向人、陪伴麻风病人，伊的爱情生活将做一个甲人做伙共同生活的爱情。所以安尼姊妹，咱拢无遮尔伟大，但是咱会当享受一种伟大的疼，因为上帝予圣华兰西斯，上帝嘛要予咱。咱就今仔日个礼拜，圣经讲，上帝的爱就使你们得完全。上帝要用伊的疼充满伫咱的人生中间。今仔这个时代，多数人敢是咧追求爱吗？咱对爱的主张，咱对家庭的主张，有无同款的方式？咱拢感觉讲安尼才会幸福，真的吗？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找到一个真正能够让你的生命满足的爱？愿咱今仔日的礼拜，主上帝伊将伊的圣神放伫咱的内底。今仔日咱的金句有一段圣经讲，以赛亚书58章第10节，伊讲：你的心若往送向人发出怜悯。互困苦的人得到满足，你内面的生命，你内面的良心的光，你的光就要伫黑暗中发出来。现在这句话遮尔水，咱的生命若无光点，若无人甲咱点，咱就袂发光。这个圣经讲，当你的心内若有听着拍开一个门，原来这个听就拍开一个门，互光充满伫咱的人生中间。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讲阿们的事。咱无一个人失去这个机会。主帮助咱，因为耶稣伫这个所在甲咱讲，活出爱。当你互人的，上帝互你的稳定是互人袂了，你相信吗？用后影无可能。你愿意有迄种活水泉是永远袂停止的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因为保罗伫今仔日伊甲咱讲，恁着纪念主耶稣所讲的话，因为耶稣讲，施比受有福。兄弟，我要甲恁讲，规本圣经敢若只写着即句话。马太无听着，马可无听着，约翰无听着。独只有记载伫保罗，凭什么伊讲，恁着纪念耶稣基督的话？虽然只有一摆，但是伊非常重要。主帮助咱，因为圣经有5句话会当帮助咱了解这句话重要。耶稣讲：恁安怎对待别人，上帝就安怎对待你。
耶稣用这句话讲：你用什么种杯啊倒给别人，我就用什么种的量器。1公升、2公升、50ml、30ml、30 cc、300 cc。耶稣讲：你安怎对待别人，我就安怎对待你。这是第一个。所以讲，予人的人有福气，就是当你予人的时阵，上帝要予你，因为你若疼上帝的囝，上帝就疼你的囝，听有这个意思无？你若疼送养人的囝，上帝就要代替你疼你的囝。这就是这种的圣经内底咧讲的，当咱为着疼，来为着上帝疼别人的时阵，上帝要将更较济幸福放伫咱的内底。所以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句安慰的话，轻轻的拍拍肩膀，这拢足重要。真诚、接纳跟爱。第二，圣经中间讲，上帝的圣神要将伊的疼填满伫咱的心内。若无上帝的疼充满的人，真困难，真多一个主人之人，不做作，不虚伪。不虚假，是一个无勉强、无保留。上帝听那大大充满咱无法度了解生活咱事实，亲像起笑将因爸爸的遐的金银财宝拢变互别人。主帮助咱，互咱享受伊的听。第三，今仔日的金句讲，你若人民颂扬的人是照耀化咱的上帝。上帝讲，你暂时互我通过这个使用来行奇妙的事，这就亲如耶稣讲，当咱照互上帝，上帝要用这个杯、这个量器，量互咱的囝儿孙到代代。主帮助咱。第四，圣经的中间，耶稣有明明讲，今仔日咱所有的一切，无得夸口，因为你所有的一切的财政运势。拢是上帝备办的，要花有备，要花摕得去。上帝赏赐咱，上帝摕得去，上帝阁赏赐咱，上帝阁摕得去。上帝赏赐咱，咱分享给别人，就是上帝接纳咱的奉献，上帝阁对背后祝福咱。无啥物通夸口，咱的一生。是上帝所赏赐，所听的弟姊妹，愿咱的教会真侪有一个记号，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若有会得过，我就帮助我边仔袂得过的人。主帮助咱智慧来努力很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背起来。主啊！求你，互我真做有能力，通甲人分享的人。求你帮助我，互我真做有能力，甲人分享的人。咱同心来祈祷。现在我要互恁家己安静，用恁的心来回应今仔日耶稣所讲的话，毋是回应牧师的讲道。是回应耶稣讲，施比受有福。盼望咱的主耶稣听到恁对心中讲，主耶稣我愿意，主耶稣我愿意。至圣的主，阮安静伫你的面前，阮愿你拍开阮的心，恳求你。用你的疼来摸阮的心，毋是出于人甲人的话，乃是你用你圣洁、神圣的疼来改变我的生命。主耶稣感谢阿罗你，愿咱的恳求，奉你的圣尊名求，阿门。
三甲来吟圣诗199首美调，至圣上帝至仁爱，照顾咱人好款待，天地万物伊创造，咱着甘诚心来服侍，请记录坐吟全首。至尊上帝至仁爱，照顾咱的款待，天地万物创造，咱着诚心来服侍。可惜两人心无暗，拢咱做伊也歹待，望将有用的体面，要叫我上天跪拜，感谢上帝叫怜悯，这坚强所讲落来，献出仁爱互人信，难等咱做受陷害，那着反悔心可做，放到天堂好所在，好去满满拢照平，永远永久无看碍。阿门。请坐奉献。
平安礼请曾牧师。咱非常欢喜有蒋医师甲玉玲的好朋友，因今仔日对台中来甲咱做伙熟悉，吼。咱请这个蒋医师甲咱介绍一下，好无？你的好朋友，咱欢迎拍拍手。欢迎恁来，吼，非常欢迎，非常欢迎。阁有佑轩吼，佑轩伫遮吼，咱真欢迎。佑轩今年圣诞节要洗礼，吼，咱为他为伊祈祷，吼，这是一个真特别一个缘分啦，吼。佑轩去这个奥地利读音乐，熟悉到他现在的未婚妻。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同学，咱真欢迎。迄个伊的未婚妻甲伊鼓励讲，要甲伊分享这个耶稣，所以佑轩就倒来台湾的时阵，他就来找教会，咱非常欢迎佑轩，咱真欢迎。咱下面要来为着这个生日的人祷告，甲为着艰苦人，咱用耶稣听你这条歌。咱来先为着咱教会中间有需要的人来祈祷。当咱咧讲耶稣听你的时，咱做伙陪伴伫妈祖要做饼的拜亲，那么求主纪念身躯也未真臃肿的素贞老师，那么求天父上帝帮赞伫王境的来的书会，咱求天父上帝照顾咱最年长的长辈。当咱听到这条诗歌，咱对心中来祝福。咱做伙用笑脸来祈祷。主，阮少年久久袂通来到阮中间的这年长的长辈，伫疫情的冲击，伫身躯的欠安，只想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照顾阮的士大人，照顾阮的长辈，也照顾最近破病手术的燕角色。丽华姊妹照顾素贞，互伊身躯恢复臃肿；主你照顾占达兄弟，主你怜悯帮咱每一个身躯欠安，包括人具，愿恳求天顶的上帝你帮咱，你照因的需要。将健康、将喜乐、将体力放伫无同款的人的身躯顶悬，专为伫阮中间年长的本入长老娘、共商长老娘、小兄弟、张长老，主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照顾因。互因过来一礼拜每一天，拢有交野的开力。主愿感谢阿罗你。主耶稣，你的听是阮最大的开力。亲像今仔日，阮听到你的话，阮的生命互你的听蒙着，阮就要听做真容易甲人分享你的听的人。主听阮的祈祷，主听阮的祈祷，求你的听即时，嘛想属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主求你用你的听来改变阮，扶持帮助阮。
咱甲咱身边的兄弟甲伊讲，耶稣听你，好无？嘿，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耶稣听你。好，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牧师带恁祈祷。今仔日甲先生日的人，拢无伫咱中间吼。因时因方拢倒去学校，咱来为着生日的人，咱来祈祷吼。咱来为着生日的人，咱来祈祷。天顶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特别要将即礼拜生日的月娟、云溪、云煌、正一、静怡、陈瑞、玉如、雅爱、怡珍、恳求天父上帝，你伫因生日的时，你将你的祝福放伫因的生命中，祝福因过来的生日365日，每一天拢对主你来领受天顶的祝福。主愿将这生日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我们要恳求天父上帝你帮赞，互因得到上帝你的保守。主啊，互因过来365日，拢真侪一个甲主你同行人生道路，也真侪上帝你伫即个世间所设立的记号，互人看见上帝你的温情。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来请迄个师会来报告。